这2日来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也有对流往的影响，嘉义市昨下晡3、4点仔呢，这青光雨是直直安尼灌落。东区1点钟来是落92毫米的雨量，有一寡路段呢是有积水，也那路边呢这车辆嘛拢滴水。另外，棒球场也传出淹水的状况。民众协助因为落雨塞车的人，嘉义市10八晡向落青光雨。1点钟的时间，就落92毫米的雨量，因为未赴排水，嘛造成一寡所在有积水的状况，甚至还有停车伫路边的民众，还有积水淹入去车内底。一个轮胎啊，只是说他的车过哈，那个浪有没有？浪有大概有进来。所以它的雨是还下得蛮大，然后蛮久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大概就已经是淹起来了吧。米塔台风的外围环流造成整个环境的水汽增加嘛，再加上午后的热力作用旺盛这个施雨量达到92，算是非常大的一个短延时强降雨。那嘉义市历年来看的话，是比较少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降雨。除了市区的街仔路受到大雨影响，嘉义市的棒球场嘛，因为大雨造成户外球员休困的所在有积水的问题。市政府表示，棒球场这个积水的所在是因为地势较低，加上雨上大，才发生这个状况。那我们的户外球员休息室其实是位于我们在水平比较低的点位所以昨天因为大雨的滂沱的关系，所以造成一时的雨水的泼进来，然后一时的来做积水。为了要了解积水的原因，嘉义市政府公部单位嘛出来巡视勘查，市府表示，若是搁拄到道路积水的状况，民众拢会当通报相关单位。嘛，呼吁民众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也是可能会落雨，民众骑车、赛车经过积水的所在，要注意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